俾你做一道超經典嘅逆向思維測試題。據講，實際測試入面，只有大約20%嘅人可以計出真正正確答案。而且最有趣嘅地方係，好多自認數學好嘅人，反而最容易中招。題目如下：黃老闆用30蚊入貨買咗一對鞋，零售價40蚊。有一日，一個小伙子拎住一張100蚊嚟買鞋，但黃老闆身上冇散紙，於是攞住呢張100蚊去隔離鄰居度換開。換完之後，黃老闆俾咗小伙子一對鞋，再加60蚊找續。小伙子開心離開，點知過咗一陣，鄰居發現張100蚊原來係假鈔，於是鄰居即刻返嚟，要求黃老闆賠返100蚊真鈔。最後，黃老闆冇辦法，只好自己攞100蚊還俾鄰居。問題嚟啦，黃老闆最後究竟蝕咗幾多錢？好多人大腦會開始混亂，100蚊、160蚊，定係130蚊？但真正厲害嘅人唔會被中間過程帶住走，因為呢條題目真正考嘅其實唔係算術，而係你有冇能力跳出表面資訊。人生好多問題都係咁，當資訊太多，過程太亂，大部分人都會陷入細節，越諗越複雜。但高手往往會直接睇本質，最後到底有咩真正流失咗？呢個就係逆向思維最強嘅地方。真正聰明嘅人唔一定係計得最快，而係懂得避開干擾，直接看穿核心。所以你覺得黃老闆最後蝕咗幾多？留言區寫低你嘅答案。